大家好啊！今日係4月26號，又嚟睇荔枝啦吓，一日睇幾次，仲有未甩得了啊！呢啲係打咗3次撞果郎噶啦，再過多3、2日啦吓，29號又會再打，我哋直接打到紅頭，之後就打萬驚紅就 OK 噶啦。呢啲都係果嚟嘅。哇！呢抽犀利啦，冇甩得了。有好多粉絲問紅橙哥點解冇直播？因為都比較忙吓。以後咧得閒咧，我會喺以下呢個細號去直播嘅，大家可以去點個關注啊。不過要得閒嘅直播啊，但係咧都會盡量抽時間去同大家直播以後。呢啲都好大粒㗎啦，仲有呢啲係早水貨，呢啲咪早水貨啦。未備好撞果郎嘅朋友咧，就要揸緊時間備好啊。再有一個問題，依家落咗雨之後咧，嗰啲嘅帝字蟲咧就會發展得好快嘅，大家一定要放好蟲。記得1個星期左右7、8天就要防蟲。我哋每次防蟲都可以加撞果郎去打，直接打到紅頭就 OK 噶啦吓。打到紅頭之後，我哋再打萬驚紅。呢啲係中花嘅，未備好嘅朋友揸緊時間備好，因為快遞咧係需要3、5天時間嘅。呢啲都係中花、中廚花。呢啲嘅就係早花、早水貨。呢啲嘅又早少少，早少少。大家可以去關注下呢個細號啊！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